日邦会中间讲起伊的阳光，伫万百姓中间讲起伊奇妙的所在。因为耶和华最大，应该受极大的娱乐。亲爱的兄弟姊妹，咱用诗歌来敬拜咱的上帝。伫一年要结束的时，咱用诗歌做咱的祈祷。咱当心进入上帝的圣殿来敬拜伊。从祈祷入伊的院，从俄罗来到伊的至圣所。亲爱的兄弟姊妹，咱来敬拜咱的主。咱当心用诗歌做咱的祈祷。愿你的家庭，愿上帝圣殿，和上帝圣神的充满。咱来亲近咱的主。这是圣洁所在，上帝的家，就来献上从亲的敬拜。这是圣洁所在，上帝的家，神的宝座，在荣耀的敬拜中，完全心来敬拜你主。歌鼓响就敬拜你主，在你光亮荣耀的光，我拜在你宝座前，我专心来敬拜你主，歌鼓响就敬拜你主。在你光亮荣耀的光，愿甲将天西澎湃，
座，在荣耀的敬拜中，我全心来敬拜你主，高举向主敬拜你主，在你宽容荣耀的中，我趴拜在你宝座前，我全心来敬拜你主，高举向主敬拜你主，在你宽容荣耀的中，万感将天在旁白，我全心来敬拜你主，高举向主敬拜你主，在你宽容荣耀的中，我趴拜在你宝座前，我全心来敬拜你主，高举向主敬拜你主，在你宽容荣耀的中，万感将天在旁白，全敬拜你。我全心来敬拜你主，高举双手敬拜你主，我全心来敬拜你主，高举双手敬拜你主，我全心来敬拜你主，高举双手敬拜你主，我全心来敬拜你主，我与众天在旁白，深深敬拜你。主愿敬拜你，你肯定愿敬拜。我神，我每逢举目观看你手所造一切奇妙大功，见心所有听到隆隆的声，你的大能充满了宇宙中。我领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领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想到神竟愿差他儿子，将
将是生命，我几乎不领会。处在世家，甘愿背我的重担，有些舍身，也要赦免我罪。
亲爱的姊妹，来用启示文第19篇来做咱的祈祷。来啊，咱着用摇花唱歌，用救咱的石盘出欢喜的声。咱着到伊的面前感谢伊，用诗歌用伊出欢喜的声。因为摇花是大的上帝，是大的王，赢过拢总的上帝。地深的所在，伫伊的手中；山悬的山尖，也属伫伊；洋海属伫伊，是伊创造的；大地也是伊的手造成的。来啊，咱着鞠躬敬拜，跪倒伫创造咱的摇花的面前，因为伊是咱的上帝，咱是伊养饲的百姓。是伊手下的羊。今仔日，咱若听伊的声，就毋通硬咱的心。主啊，为着你所保守过一年，我用诗歌来敬拜感谢你。阮进入你的至圣所，阮未肯定，但是你肯定阮敬拜。
敬拜主的圣名。敬拜来阿乐，来尊崇主名，对这世到永远，你拢无改变。来敬拜，来呼叫，上帝圣勇敢。来敬拜，来阿乐主耶稣圣名。敬拜，来阿乐，来尊崇主名，对今世到永远，一从不改变。来敬拜，来求救，上帝圣勇敢。到永远，你拢无改变。来敬拜，来呼叫，上帝圣勇敢。来敬拜，来阿乐主耶稣圣名。
用诗篇15篇、诗篇65篇来做咱的祈祷。上帝啊，伫锡安有人学乐在听候你，也要对你写所许的愿。听人祈祷的主啊，既然有血气的，拢要来就近你。罪恶较赢我，论到阮的过失，你拢要赦免。你所拣选，互人亲近你，踮伫你的院内的，这号人有福气。我要因为你的圣殿的福气，来心满意足。日出日落的所在，你互因拢欢喜。你看顾土地，好好管握伊，互伊真肥。上帝的河，伊的水满满。你要安尼陪伴土地，就是替人陪伴五国。你管握田横，满伊的沟，收平伊的灵。落好的雨水，互土地软软，其中所发生的，得到你的赏赐。你用你的恩典做年冬的冕旒，你的路径满满有油得地。伫旷野的草坡，山头用欢喜做大来下，草坡用羊群做衫来穿。山谷用五谷来做个坎，因拢欢喜出声来吟诗。阿门。主，这是阮的学乐，感恩的祈祷。主，我感谢你。主，我感谢你，对年头到年底，主你的看顾，主你的保守。主啊，来到你的圣殿，献上我感谢的心。主，我将我的生命摆在你的面前，感谢你。主，对年头到年底，对日出到日落，主无一项事是偶然，凡事拢你照顾。
你的祝福，你的照顾，你的扶持，主你的带领。主啊，感谢你赏赐阮，教会做阮信仰的家庭。主啊，感谢你赏赐阮有好的兄弟姊妹，做阮信仰的同伴。主啊，深深感谢阿罗你。我为着一切来感谢你。是啊，主，我要学了你。我要高高你伫阮的生命中。你是和平的王，你赏赐阮平安。主啊，感谢你。主啊，虽然看不到你，但是阮知你在照顾阮。主，这是阮感谢的时光，对阮的心中来唱出。感谢天父大慈悲，赏赐世间人万民，从古早到伫现在，你到从来永远袂改变。感谢天父大慈悲，赏赐世间人万民，从古早到现在，你到从来永袂改变。感谢耶和华，当你真心应该更尊贵，落下你敬拜耶和华，完美落你，敬拜耶和华，完美落你，阿门。完美天父大慈悲，赏赐世间人万民，从古早到现在，你到将来永远袂改变。感谢天父大慈悲，赏赐世间人万民，从古早到现在，你到将来永袂改变。我愿信心。
出到日落，对水行到东休。你的云电啊，雨水的江河，咱着手来看顾，对干顾到安歇。生的力量，对时到日子，对忧愁到得意，你的应允若不变的伴照，因怎我的心是无要着？感谢你。感谢主，你在看顾，双声因怎舒服？感谢主，你在水路，尤其是在患难中。感谢主，你在看顾，声声因怎舒服？对日出到日落，对水行到东休。你的云电啊，雨水的江河，咱着手来看顾，对干顾到安歇。对跋倒到坚固。
谢你，逐日陪伴伫我身边，比相信一你安慰，我的主你拢看见，你的听无人通比，每一日你拢做伴，感谢你喜乐稳定，因带我勇敢向前，主耶稣，我感谢你，感谢你，我们耶稣。我的主，我感谢你，逐日陪伴伫我身边，比相信一你安慰，我的主你拢看见，你的听。无人通比，每一日你拢做伴，感谢你喜乐稳定，因带我勇敢向前。你的听。无人通比，每一日你拢做伴，感谢你喜乐稳定，因带我勇敢向前，主耶稣。我感谢你，感谢你，我们耶稣。主耶稣，我真真感谢你。虽然我袂看到，但是你遐尼疼惜我。主耶稣，我感谢你。主耶稣，我感谢你。咱同齐用经文17篇来做咱的祈祷。万军的耶和华，你徛起的所在，怎样才通以爱？我的身心乱无耶和华的殿院到昏去，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我的上帝求救。万军的耶和华，我的王，我的上帝啊！赤鸟啊，为家己找到一个收；婴仔为着家己找到父囝的收，就是伫遐的祭坛遐，徛起伫你的厝的，迄个人有福气，因要直直学落你，因的力在伫你，因的心意按锡安的大路的，迄个人有福气。因经过流目屎的山谷，互伊变做流水泉的所在，阁有秋天的雨的福气，甲因看捌。因若行开力
那过天，逐人到錫安朝見上帝。萬軍的上帝耶和華，求你聽我的祈禱。雅各的上帝啊，求你壓耳孔來聽。做阮的盾牌的上帝啊，你著看你受我誘的面，佇你的殿內點一日，較好點布被1,000日。寧可佇我的上帝的厝過門，較好點佇歹人的布被。因為耶和華上帝是日頭，是盾牌。耶和華賞賜恩惠甲陽光，伊袂捌留一項好物，無互遐個行正直的人。萬軍的耶和華，我靠你的人有福氣。阿們。主感謝你對年頭到年底，主你保守照顧阮。我的主，我感謝你，逐日陪伴佇我身邊，比上主你對年頭到年底，你照顧阮，大大細細，攏受你的照顧。你賞賜阮恩典，你賞賜阮喜樂，你賞賜阮平安，你賞賜阮願望，你照顧阮的家庭，你予阮的囡仔佇你的聖殿內成長大漢。主，阮感謝你。我的主，我感謝你，逐日陪伴佇我身邊，比上是一年安慰。我的主，你攏看見，你的聲無人通比。謝你寶貴耶穌。主，阮感謝你賞賜一個充滿疼的家庭，是主耶穌的名所設立的教會。主，阮佇這個所在生團，佇這個所在過阮一生的年日。主耶穌，你是阮的上帝。
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亲爱的姊妹，咱的教会不是干咱在做事工，幸福到我们家人是咱教会内底一个真要紧的祈祷。咱都爱彼此相听，无论咱甲什么人较好，无论咱甲什么人无好，上重要咱爱彼此相听，因为这咱若伫教会内底都袂当彼此相听。咱要安怎伫外面的社会，也甲人彼此相听？愿主帮助咱伫今年，咱有学到一寡功课，咱万领受快乐。咱来回想，咱伫今年的中间，咱的教会对咱的帮助。咱嘛要过下面的时间，是要来回想。伫今年中间，咱有甚物种的特别、快乐、成长，咱对信仰的点悬所得到的帮助。静静地思想这一生走过的路，心中充满了无尽的感谢。多少次奇妙的恩典，临到平凡不配的我，一幕一幕浮现在眼前。我虽不能靠主就能，主求你帮助阮。互阮伫主你的恩典中间得到帮助。星星的根越扎越深，心靠越久越觉甘甜。静静的思想这一生走过的路，心中充满了无尽的感谢。多少次奇妙的恩典，临到平凡不配的我，一幕一幕浮现在眼前。虽不能靠主就能胜过软弱，胜过失恋，星星的根越扎越深，心靠越久
虽不难，靠主就能胜过软弱，胜过试炼，信心的根越扎越深，心靠越久，越觉甘甜。我虽不能，靠主就能胜过软弱，胜过试炼，胜过信心的根越扎越深，心靠越久，越觉甘甜。星星的根越扎越深，心靠越久，越觉甘甜。静静地思想这一生走过的路，咱安静祈祷，心中充满了咱来回想，伫今年，咱怎样对主的手中得到祝福？咱来回想，伫今年的生活中间，主怎样带领咱每一日、每一个阶段信仰的功课。求主予咱长大成人，求主予咱的信仰进步，求主予咱生命幸福，求主予咱哪来哪亲像主耶稣伊家己。今年你上快乐的祈祷是伫什么时阵？什么代志？今年你感觉甲主讨，竟然依旧帮助你。伫今年。上帝怎样帮助你？咱有心中的故事，伫今年，咱有心中的故事。会当甲咱的身边的兄弟姊妹讲，天父真疼我。伫今年有什么种的代志，互你特别感觉足快乐？检查咱的信仰有软正，咱对上帝喊喊，但是咱的上帝一点仔都无对咱喊喊。检查咱的信心无够，但是咱的上帝
永远是信实的上帝。伊所答应的代志，伊永远无凊彩甲咱应验的。亲爱的兄弟姊妹，咱伫今年静静来想，对年初到年底，咱有啥物种的代志，牵伫咱讲，阿爸天父，我感谢你。主啊，真心感谢阿罗你，是主你是上帝，你是阿们的上帝，你是信实的上帝，你所应允的，拢无打折。主你所讲出的，就照安尼成就。是恩惠的上帝，万权能的上帝。我是一个搞袂记你代志的人，我是一个目睭钝的人，我是一个真囡仔性的人。有偌尼济摆，我掠准讲，这是我家己真熬，是我自然而然应该得到的。总是天父上帝，所有一切恩典，拢毋是偶然，拢因为你的圣子耶稣基督，互阮的生命通白白得到恩惠。至圣的上帝，你毋是干那伫礼拜日的讲道中，至圣的上帝，你特别伫我流目屎的时刻，主你特别伫我破病的时刻，主你特别伫阮中间若有人、亲人软弱、心无平安的时，你听阮祈祷。主耶稣，我感谢你，你听我甲这样，主，我感谢阿罗你。主耶稣，我感谢你。静静地思想这一生走过的路，心中充满了无尽的感谢。多少次求圣神帮助我，做一个会晓感恩。会记得上帝会听，会基督徒，求圣神帮助我。我虽不能靠主就能胜过软弱。
开我的目睭，祝我回想所有一切恩典，毋是应该，嘛毋是白白的，伫背后，拢是因为你的疼，主拢是因为你的疼。静静地思想这一生走过的路，心中充对前年初到年底，感谢对少年多少次奇到年老，领导平凡对我来到你的面前，一幕一幕浮现直到现在，前，我虽不能靠着脚能做你的扶持，胜过软弱，做你的安排，胜过失恋，做你的引带，星星的根，无一项事是偶然。心靠越久，越觉甘甜。主啊，为着你所受的一切，我感谢阿罗你。主，今年你收赐阮一个足快乐的圣诞节。主，感谢你伫今年，互真侪阮的姊妹，因非常认真来为着教会准备这个圣诞节。主，阮感谢你。
亲，圣诞恭喜，耶稣听令，阮是这个教会，今仔日出来甲大家传播主耶稣降生的好消息。阮大家也请注意，做伙来为了祝福哦。各位亲爱乡亲，圣诞恭喜，耶稣听令，阮是这个教会，也有出来甲大家传播主耶稣降生的好消息。我们在这也请各位做伙来为了祝福咯。我们主耶稣是世代的圣天，各位见。
主啊，你真正真伟大，你何等的伟大！我要敬拜阿罗尼。甘甜心所有听见隆隆雷声，你的大能遍满了宇宙中。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当我想到如今远在他儿子将是舍命，我几乎不领会。主在世家，甘愿背我的重担，流血舍身，为要赦免我罪。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
亲爱兄弟姊妹，咱来用诗篇23篇来做咱的祈祷。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无欠缺。伊予我倒伫青翠的草埔，带我伫安静的水边。伊予我灵魂静养，为着伊的名，带我行伊的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也毋惊灾害。因为你甲我伫地，你的腿、你的拐安慰我，伫我对敌的面前，你甲我摆设筵席。你用油抹我的头壳，我的杯满出来。恩典甲慈悲的确对我到一世人，我要永远徛伫耶和华的厝。阿门。咱同心来祈祷。主，当阮主即个你的圣殿，对阮的心中产生真多的记忆，对年头到年底，主伫今年的中间，阮对你领受真多。有时阮实在讲，阮嘛毋知影，主竟然伫阮的路径顶悬，主你一路的陪伴，你亲手的带领，主伫即个暗暝，阮通过一个神圣的时刻，伫圣神的帮助，阮回顾伫一年中间，主你怎样怜悯帮助阮，伫欠过软弱的时，你诚做阮的祝福。主你今仔日暗，阮兄弟姊妹做伙组织伫你的圣殿，阮要讲起主你伫今年中间为着阮所做一切奇妙的所做。主愿你的圣经通过阮兄弟姊妹彼此的见证，会当互阮更较深来经历着上帝你伫阮中间。耶和华你是阮的上帝，你不但是教会主，你也是阮家庭的主。你伫阮众人的中间施行你真侪的怜悯。主今仔日，阮要伫你的面前静静来反省。主啊，你伫过去一年中间，你怎样帮助阮？阮伫你的面前安静祈祷，阮将阮的心门拍开，阮要来听上帝你怎样伫阮的身边中间，兄弟姊妹所做奇妙的事。阮安尼祈祷，我归耶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咱来分享，咱伫今年中间，上帝怎样伫你的生命中间所做特别的祝福。你若愿意的人，伫这条诗歌短短的诗歌，静静的思想这一生走过的路，咱来回想，伫今年中间，上帝怎样，你安怎，咱安怎经历着上帝伫今年中间赐落予咱的祝福。亲爱的姊妹，你若欢喜，你会当起来，甲大家兄弟姊妹分享，伫今年中间你所经历到上帝的祝福。胜过软弱，胜过失恋，信心的感
现在这咱也愿意分享你伫今年特别对上帝所领受欢喜甘甜的恩典。愿圣神感动你，勇敢站起来，一句两句拢不要紧，去让伫上帝的圣殿来甲大家分享，上帝伫今年为你做了什么。咱会当伫主的面前来攻击上帝伊奇妙的作为。我先来分享好啊。我感觉2025年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步调非常快，因为有这个代志不管是工课顶面，还是就是所有的一年的步调都非常的快这样子。然后我觉得我想要感谢上帝，就是他在这一年当中对我的保守跟祝福，虽然是非常忙碌，那也有很多的压力，可能有碰到一些困难，然后有碰到一些很温暖的事，但也有一些让你觉得就是不太舒服，或者是说可能就是也有一些打击这样子。但我觉得谢谢上帝，他保守我在今年一整年都能够在所有的事情上面都能够真的是游刃有余，然后就是神就是保守我，让我一件一件的经过。我觉得今年上帝给我一个很提醒跟一个很宝贵的一个功课，他就是提醒我，告诉我说，不管碰到什么样的困难、挑战或者是攻击，上帝他永远在我的前面，然后我只要一步一步跟在上帝的后面，他就会带领我走这样子。然后我觉得要为我这一年当中所领受到的所有的平安跟祝福，谢谢上帝。咱得下奉献的见证，上帝伫咱拄着困难、真侪代志顶悬，上帝赏赐信心，互咱知影伊要甲咱相合伫底。咱静静来回想，上帝伫咱今年中间，伊为着咱所做的事。见证是归荣光给上帝，见证是咧讲起看袂到的上帝怎样伫咱的生活中间的保守。
真的，我就今年真的真的很过得非常的充实和匆忙哈。那也面对了很多的挑战，但是我感谢神，其实我觉得神的恩典够我用哈。那我面对所有的不管在生活上、工作上，神都让我能够有能力的去面对和因应。那我也很感谢神哈。那我们今年有一个弦乐团、管弦乐团的一个成立哈。那我觉得这一个乐团的服饰让我觉得很甘甜哦，就像真的是服侍越久越甘甜的那一种享受，所以感谢神。所以在过程中筹备会有一些的需要花时间，但是看到每一个姐妹们参与这个乐团的姐妹们，她们都非常的长期的愿意花时间用音乐的同心来服侍。我觉得这是我今年很大的一个在服侍上的收获。那也感谢神去成就这一些事情。那当然我觉得也要感谢神。我觉得每一天的生活中的平安，还有对于你遇到困难的面对的经过，我觉得有时候在年终的时候，其实回头一看哦，凡事都有神的恩典和美意。我觉得像圣经说的，万事互相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我觉得不管遇到任何困难，定睛在神，神必会为我们预备前面的道路。谢谢。咱在下面小技术的分享和见证。我觉得今年2025年是一个很忙碌的一年哦，不管是在工作上，还是在教会新的职分执事的一个事工的一个预备上面，还有一些，总觉得今年做代志吼，我感觉今年的工课实在是有够多吼。其实从去年底知影，因为今年喜乐60周年吼，我感觉我们今年还有很多在社福工作上面新的挑战，所以我感觉讲哇，好像其实去年的拢做欢乐呀吼，去年底就很担心，有点焦虑啦吼。不过感觉上帝真的是稳定教阮用吼，稳定满满啦吼，真正是我感觉每一项工课拢会当平安顺利来完成，这是上帝的保守甲稳定。每一个工课拢会当，有感觉足感谢主吼，不管是伫个教会的事工，还是伫个喜乐的工课，还是伫我的家庭，有感觉上帝拢有互阮有足多会当同心合意的同工做伙做工课。我感觉迄是一个足温暖的迄种感动吼。你看，我讲拄仔伫看牧师伫回顾咱过近一年的遮个事工，你会感觉讲，其实真正是足甘甜的，因为每一个工课，咱拢会当看到足侪人同心合意伫个遐。其实我感觉有一个我嘛足想要甲大家分享的，就是我感觉其实我自袂晓煮大鼎甲准我会当煮一顿大鼎，我真的觉得迄是一个很棒的成长过程那很特别其实我感觉灶脚是一个足温暖的所在毋是讲煮饭足温暖，迄是一个每一个兄弟姊妹同心伫个遐讲做伙伫服侍，做伙伫分享，迄是一个足温暖的代志其实我这1年多来伫个，我感觉我伫煮爱餐的过程当中，我感觉真的是很满足虽然煮菜真正会有压力，因为有时候确实对咱是一个挑战。不过我感觉上帝真正是，就是安尼一步一步伫带。我家己有一天我家己紧煮紧厝菜时，有一天甲姐妹伫分享讲，我感觉我即摆伫煮饭，我做会当去
想着讲，伫个我细汉跟我妈妈做伙伫灶骹煮饭，迄种的感动。因为阮兜嘛是一个，就是我妈妈，就是我从小都跟着妈妈一起在厨房煮饭吼。啊，毋过我毋是主厨，所以我拢是伫个做帮手。啊，阮兜定定宴客吼，阮兜做好客，所以我定定拢跟妈妈伫个厨房煮饭。然后我有当时拢会心内拢会想讲，妈妈安尼煮敢袂辛苦吗？妈妈安尼煮，我拢感觉有当时因那像做辛苦的。等我这1年多，我伫厨房，我突然间发现，我突然间领会到当初妈妈伫厨房煮饭迄种感觉。煮饭甲大家分享是一件足快乐的代志。啊，兄弟姊妹会当同心伫服侍，迄更加是一个足快乐的代志。啊，每一个人伫内底，阮会看见甲工课做啊，紧来做礼拜。啊，开始你不管是你食饭伫散伙，大家都足欢喜的做伙伫做工课。我突然发现，迄真的是一个大家庭，才会当有的感动。所以我感觉讲，好，足感谢上帝，原来伫个事工的顶面，阁会当互我有即种足满足的迄种的喜乐吼。啊，足感谢足侪兄弟姊妹，伫个阮每一工，不管是像伫个做厨房的事工的时阵，大家拢会当做伙来斗相共。有一天，阮千姨吼偷偷甲我翕一张相片，讲拿伊回去就甲我讲，妈妈，我给你看一张照片。我就讲啥物？伊讲妈妈，你看，大家都在厨房一起工作的感觉真好。我就说对呀、啊，伊讲，我说就是这种感觉，会让我们一直很喜乐的去服侍。我嘛感觉上帝，其实我拄啊刚在看照片的时候，我想一个足大的感动。我讲其实上帝互咱伫个很自然而然成为一家人的感觉真好。就是不知不觉当中，咱做伙服侍，咱做伙同工，咱做伙做工课，不分你我，迄是足自然的，免特别去分工。但是咱就知影讲，咱会当做伙做，大家伫个遮拢会当足自然的投入迄种的无压力，就知影讲，迄就是咱的工课，咱就是安尼做，这就是上帝足大的稳定，就是伫个平平凡凡当中，虽然忙碌。但是嘛是足平顺，嘛足满足的当度过，感谢上帝满满的稳定。感谢恁的分享甲见证，咱先来吟一条诗歌，因为耶稣会听，互咱自己做一回吼。咱来感谢咱的主耶稣，互咱做伙自己伫即个教会。相信自己安慰，我的主，你路看见，你的听，无人通比，每一日你拢做伴，感谢你。因带我勇敢向前，主耶稣，我感谢你，感谢你，宝贝耶稣。做伙生活伫德堂教会，主求你纪念阮，
互这个教会，我的主，我我感感谢谢你你，踏入陪伴伫我身边，比相信一你安慰，我的主，你拢看见。你的影，无人通比，每一日你拢作伴，感谢你是拢稳定，因怎我勇敢勇敢。你的影，无人通比，每一日你拢作伴，感谢你是拢稳定，因怎我勇敢勇敢，主耶稣。我感谢你，感谢你，宝贝耶稣。静静地思想这一生走过的路。咱会当搁继续分享甲见证。伫咱要分享之前，我嘛要见证甲分享。我要甲恁分享一个角度，是对我心中的欢喜。我伫这间教会有够久，我嘛发现我家己嘛咧改变。我感觉我无亲像我少年来到这堂教会的迄个时阵，迄种的体力。我感觉我嘛变做较多愁善感。我嘛较有野心。我感觉改成家己咧变。但是我要感谢上帝，就是伫今年我看到咱的教会，大家咧努力的时，上帝伫这间教会咧带领。我特别感谢上帝，好咱的中职每一位拢真认真伫教会内底咧侍奉。阿关、美秀、依琳、苏志杰，每一个咱的中职，伫今年我身为一个牧师，我感觉我看到恁已经能够独当一面。恁的体贴，恁的付出，我知影恁拢是上班族，恁嘛拢有恁的工作的压力，但是恁伫教会内底受选了后，恁真认真的侍奉，阁有上帝互已经伫我的身边，帮助我做真侪代志，看到上帝互伊的智慧。认真，我感觉我甲陈牧师应该会当真放心。伫阮若真正阮巨灵退休了后，我感谢上帝，伊伫这间教会内底有做真侪的预备。我嘛相信，这间教会伊会当继续追求，成做一间健康的教会。这是我今年最大的欢喜。大家做伙想，陈牧师嘛鼓励咱。今年咱有一个真新的工作，叫做“幸福到我家”。这毋是干那一个家庭甲家庭
吃好好的交陪。我看到咱每一个人，拢真欢喜。啊，特别情人节，无论去到叨一个家庭，情人节拢会袂空空去，啊，伊嘛会足慷慨，甲大家分享。我相信，上帝要通过这种的事工，互咱的教会拥有健康的家庭。当然，教会的成长会有无同款个性的人，教会成长嘛有无同款的脚步的人。但是我相信，咱的中心有智慧，啊嘛有迄种勇于承担、搁认真的做，啊不但做，搁欢喜做。伫今年的中间，我看到咱大家无论伫走脚咧无用，啊无论咧准备乐团，无论咧布置教会，咱已经无把这个事工当作是一个重担，咱把这个事工当作一个快乐。愿上帝祝福咱的教会伫今年，咱要迈向另外一种侍奉的境界。愿主的圣心啊，伫今仔阴暗，一个新的灵要来临之前，上帝赏赐咱一份新的开展。这是我伫今年中间快乐的一部分，不快乐的部分有一寡部分，因为还有隐私，不是跟咱教会的关系。因为牧师有时候会代职侍奉，会遇到一些一寡有受到黑暗面的影响，但是我相信我嘛看到上帝伫迄个背后咧做工，所以我真期待咱的教会是一间会通认真保守家己，真做一间无互黑暗权势影响的教会。伫黑暗中会当表明真道，为主来活的教会。感谢主，咱今仔阴暗，咱会跨年祷告会。虽然咱的教会改成今年的出席率有一点点退步，但是我相信，要跳高之前，上帝让咱先蹲下来，然后我们要再高高的再跳起来，这是我伫今年的中间要为着下一个阶段明年度的祷告。我甲上帝祷告，要高高的跳起来，伫我要高高的跳起来之下，我先蹲下来，然后咱的教会在明年再继续的努力跟冲刺，伫时光的中间，咱会当继续。咱有人要做见证甲分享，互相鼓励，咱讲起上帝怎样伫咱的教会甲咱个人的心内的帮助。我今晚要来分享讲，我从头到教会里面，我的成长阶段，慢慢。个性上的话，我很懦弱，我干嘛？我是一个很无能的，没有很能力很好的那个一个在做施工上很好的施工的姐妹啊。我原本在那个什么，妇女会长的时候卸任下来的时候，我想说好卸任下来了。我松了一口气了，我就想说，因为我知道我自己本身能力不是很好，承担那个责任我是有领导能力的人。然后我也想不到说为什么会被选当执事，我很讶异，我说奇怪，我那么没有能力的人，为什么会有帮我？就上帝要拣选我，让我还继续在神的在施工这方面再尽心尽力去做。我一直在想说，因为从以前到现在，我是一个没有我自认为我是一个没有能力很好的人，所以说也希望说我姐妹们你们同工的人帮我，因为我
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可以来跟我说，指导我该怎么做。然后就是今年的那个，就是我们有那个什么那个运动会的时候，那时候刚好我跌倒，然后我想说，我那时候很感谢文芬，她这样子带我去医院里面进进出出，我看到姐妹们对我的很多的爱，我也跟上帝祈求说，我那次我也吓到，我说不要我有造成什么样的遗憾这样子啊，但是去到医院的时候，真的上帝就是很怜悯我，就是说帮助我度过那个没有什么问题，我真的很感谢神。那是我蛮担忧的，因为那时候我也是自己吓到了，感谢神。然后在侍奉，在像依林讲的说，在厨房里面是一种快乐，帮助，就是说在那边煮的，有时候刚好爱餐必办完之后，煮完之后，看到每一个人都吃得很开心，而且我觉得那种喜乐的感觉是没有办法言语的，感谢神啊！那我像明年的话，我希望我们会有更好的成长跟茁壮，就这样子。我袂晓讲，我袂晓讲，来来，你去讲。感谢天父让我来到他的身边，做他的儿女，享受他的恩赐。原本我想说，我现在迈入这个年纪来，应该要准备退休，也一切都很安顺。结果呢，去年呢又让我经历了一个身心都很劳累的事情。好，但是我先生一直告诉我说，你有困难你就跟天父祷告。当然，这中间很多事情，我经过这1年来我一直深感觉说，到最后我也慢慢的放下。我知道，我只要我说了，我就会慢慢的等候，时间到了，我事情就可以解决了。我现在就把一切呢，就都依靠天父来帮我处理，因为人在很无助的时候，真的会很紧张，而且在工作、生活、家庭中间，在忙碌中间呢，又额外的增加一些事情的话，真的要在这个年纪，我说我在年轻10岁的话，我可能可以很简单，但是到这个年纪，我就觉得我好累哦。但是呢，因为来到天父的身边以后呢，我又觉得在看到这边的弟兄跟姐妹们，大家的心态都那么的高兴。那我又重新燃起我那种活力起来。本来是也觉得我已经过到这个时候，已经好像什么都没有什么让我做的事情。但是来到这里，让我就觉得又有事情可以做了，就觉得又精神满满的，就是有一个期待。而且在经过这1年来呢，我也深刻感觉到说，真有一个依靠的话，事就很安静，心里就很踏实。而且呢，本来是对一切都很担忧，现在呢，当我在想的时候，我就会把这一切告诉天父说，让我能很安心的过去，因为很多事情很紧张，也没有办法解决，都是等候，都是让天父能会让我时间慢慢的解决一些事情，就是这样子的，很安顺的过了。那我最重要的事情今年也处理的差不多了，那剩下的呢，那我就觉得我虽然有一些压力，但是呢，也可以慢慢的经历了，就不再怕了。谢谢，我很感谢天父你让我来到你的身边，让我能承受你的恩赐，让我能一切都很踏实，不再那茫然的没有头绪的
在担忧。谢谢。这个接着换我个8日吼，个8日，就成为台湾基督长老教会退任牧师吼，才8天呢。啊，最近吼，我定来入来教会。在8天，我就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退任牧师。退休牧师。退休牧师，足紧的吼。我甲牧师伫个，我拢足少年的时阵。你会感谢我，我还佫有2年，所以。我要甲你讲，你也可以退了，我们都老了。我最近定定入来教会内底祈祷的时，啊，你甲看讲，长期一直伫这个所在吼，一定啥物代志，我阁吼头脑足好的人吼，我逐项拢会记的。啊，我咧想讲，啊，我记着歹的较济，还是记着好的较济？当然吼，迄有当时拄着无欢喜的时阵。伫遐无好的，就搁一直走出来，一直走出来。但是通常吼，有一项代志，就是我上界欢喜的，就是我看到咱教会每一个囡仔，会为细汉到大汉。简单举一个吼，刘一鸣，伊为还袂生出来，吼，伫妈妈腹肚底，一直到即马汉尼大汉，就是因的迄款囡仔会，我伫咱教会看到每一个囡仔会成长的迄个过程吼，这对我来讲是上帝互我的祝福。我看到即个囡仔因真正向，啊，真认真咧服侍，啊，伫各方面上帝祝福不断的迄个加添在他们的身上吼，迄真正是。看着足欢喜的吼，头拄有一张相吼，就是千亿的照片，哇，千亿敢会水甲安尼吼，咧互西囡仔，吼，咧互西囡仔上甲会水吼。啊，其实阮两个来德堂的时阵吼，德堂教会负债300几万吼，迄毋是阮欠的啦吼，是咧毋知发生足侪代志的。咱教会还佫打封条吼，还佫互打迄个法院的封条。啊，迄个时阵，有一届咧做礼拜吼，6个人呢，2个牧师，4个会友，6个人哦，足，但是我嘛感觉吼，有人就好。啊，咱COVID进前，咱的教会120几个人咧聚会，一直到即嘛，咱降落来到60、70个、70、80个咧聚会。我嘛感觉这嘛是上帝的祝福，逐项代志拢有上帝的祝福。啊，特别真欢喜，就是咱有选出来遐尼济会当做工课的中心吼，啊。实在是感谢上帝，一直到退休啊吼，才看到讲哇，这个长子吼真够服侍。安尼讲嘛毋对吼，咱像较早拢无啥够服侍。啊，伫个遮，我要甲咱讲，就是讲，伫德堂教会。除了感谢，也阁是感谢。我感觉我的人生很奇妙，我伫遮享受我的人生。我伫遮嘛看见咱的上帝是阁活阁真。伊讲过，伫圣经讲过，每一个应允拢会当发生吼，拢会当发生。我甲牧师，阮2个空来这里，吼。
但上帝伫阮要退休时，上帝祝福阮，非常的丰盛。伫精神的方面，我要甲咱讲，就是讲上帝祝福吼，伫物质甲伫精神的方面，拢共款很丰盛。我希望咱今日在座的每一个兄弟姊妹，恁的人生拢会当领受到足侪上帝的祝福。只要吼，咱认真服侍，认真读圣经，认真祈祷，上帝迄个祝福吼，圣经讲的嘛，伊要互你的就是伊的天拍开，吼，你捧一个古早伊会形容讲用刀去接上帝的文书，讲一直留来，一直留来，底袂了，底袂尽，这就是上帝祝福。我确实是安尼领受上帝祝福是足侪哦，嘿，非常的多。甲伫我即马即个年纪啊，我嘛是感觉，逐日上帝拢咧祝福我，但愿上帝共款祝福咱每一个人。希望在我的有生之年吼，我即马要住伫这附近尔，我拢会当看到。上帝吼，耶和华祝福满满，伫恁每一个人的心上。感谢主。阿门。咱过来唱一摆这条诗歌，感谢耶稣。了，咱来进入到预备，我们来跟上帝求明年，咱下一个阶段，咱来下一个主题了，不是阶段，咱来跟上帝讨明年，明年的祷告。咱先来唱这条歌。我的主。感谢你，感谢你，伫我身边，必相信一你安慰，我的主，你拢看见，你的行，无人通比。感谢你是乐稳定，引发我勇敢勇健。主耶稣，我感谢你，感谢你宝贝耶稣。谢你，当日陪伴伫我身边，必相信一你安慰，我的主你拢看见，你的听无人通比。感谢你是乐稳定，引发我勇敢勇健。
耶稣，我感谢你，我归向，我归耶稣。今仔日无做，有想要讲啊，牧师最后阁一个你机会，若无，咱就要写，明年来唱歌跟祷告。敢有人要去做见证？无勉强啊，我们都可以讲。嘿。虽然咱人无亲像旧年遐济人，但是其实今天我们都很快乐也很开心。我们一起祷告，这对咱的教会明年有真大的帮助有真大的帮助。慢慢的，牧师再去跟恁分享。也在咱的剩半点钟的时间，咱来为着明年祈祷检查咱即摆也未想着明年咱会当做甚物，还是咱要甲上帝讨甚物。但是咱会当甲上帝讨牧师用诗歌，互恁做安静。你伫你的心内安静。你甲主祷讲，做伫我的明年上重要的祝福是啥？耶稣讲不可缺少的那一件事情，伫咱人生中间有诶，无一定是上重要。伫咱的生活内底，伫咱的生命中间，你安静，诚心的甲你讲话。主伫我的生命中间，你爱我学习什么种的功课？主伫新的一年中间，我有什么种新的功课？你若有感动，你会当摕你的笔记本，还是小卡片。若上帝甲你感动，爱写起来，较袂忘记。对今仔日开始，你会当准备一本小笔记本。那重要的代志，你会当甲伊写起来。你若有习惯用手机的笔记本，你若有感动，养成一个习惯。那个感动要写下来，感动甲做梦同款，困醒起来都袂记起啊。常常感动就是信心，甲咱的引带。主安为着新的一年来到你的圣殿，主求你引带带领我每一个兄弟姊妹。咱来用圣经做咱的祈祷，诗篇121篇，这是一篇真好祈祷的诗篇。诗篇121篇，我要举目望山，我的帮站对倒落来，我的帮站是对耶和华来，伊是创造天地的，
伊无要互我下骹摇拽，保守我的的确无拄面，保守我的是耶和华，耶和华伫我的正边，做我的阴影。即使太阳无伤害我，暝时鬼也无害我。耶和华要保守我，免受一切灾害。伊要保守我的性命。我出我入，耶和华要保守我，对即时直到永远。虽然这个诗篇是用保守你，但是伊真适合咱家己改做第一人称，就是保守我。不但是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守你，对即时直到永远。那咱个人咧读圣经的时，咱会当讲我出我入，耶和华你保守我。若是你为着你的囡仔亲人祈祷，你就会当回复圣经讲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守你。这是犹太人的长辈咧为着囡仔的祈祷，嘛是犹太人为家己祈祷的真要紧的诗篇。咱来到主的面前，咱用这条诗歌做咱的祈祷。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恳求你听我求，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听我恳求的声。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3年零6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让我们一起举起祷告的手，向神呼求，将恩雨降在我们身上。我们一起祷告。
这天，举起双手，求你打开天上门，将丰沛的恩雨滋润充满整个大地。终于看到主降临，公义的约丝浇灌在我们的身上。主啊，我们渴慕你的恩雨降下，为此我们一起来祷告。来到主跟前，屈膝跪拜，他是怜悯的主。我们向这天举起双手，求你打开天上门，将丰沛的恩雨滋润充满整个大地。终于看到主降临，公义的约丝浇灌在我们的身上。求你打开天上门，将丰沛的恩雨滋润充满整个大地。终于看到主降临，公义的约丝浇灌在我们的身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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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浇灌在我们的身上。伫新的一年，咱需要体会加重建。体会就是对咱无帮助的想法，对咱无帮助的情绪，对咱无帮助的习惯。咱需要交托主，因为主讲：既然劳苦背重担的人，通就近我，我要互恁得到头帮。既然对咱无帮助的，遐个看路是假的，就算这是咱软弱做袂到，主讲：我靠我，恁就要凡事拢会。咱用这种的心来吟一条诗歌，求主帮助咱来到伊的面前，彩绘重建。主，你是阮的帮助者。来到主前，卸下一切忧虑重担。耶稣，我来敬拜你，疲惫的心在你里面重新得力。耶稣，我来敬拜你，全心相信你的恩典和应许，水火之中不离不弃，全心相信万事都互相效力，我愿一生爱你到底。主前，卸下一切忧虑重担。耶稣，我来敬拜你，
心，在你里面重新得力。耶稣，我来敬拜你，全心相信你的恩典和应许，是我之中不离不弃。全心相信，万事都互相效力。我愿一生爱你到底。全心相信你的恩典和应许，是我之中不离不弃。全心相信，万事都互相效力。我愿一生爱你到底。我全心相爱，全心感谢，全心赞美耶稣的名。渴慕有你与我亲近，我一生要爱你到底。全心相信你的恩典和应许，是我之中不离不弃。全心相信，万事都互相效力。我愿一生爱你到底。我愿一生爱你到底。我愿一生爱你到底。下面的时间，牧师要邀请恁伫安静的时光，伫时光中间，安静你的心。你只有安静伫一项事，你问上帝讲：上帝伫明年有甚么上重要的代志是我一定爱做？伫安静的中间，你将你的心门用圣心拍开。伫安静的时间，你求圣心帮助你，明白伫你明年中间上重要的目标。你甲主祷，求圣神教示我，互我真正做知影。伫明年中间上重要，我的工作，我的功课，主求你的圣神。对每一个你的囝儿、查某囝讲话，阮既然选择来到教会做跨年的祷告会，无去大都市参加迄个吵吵闹闹的跨年的音乐会。主，既然你的囝儿、查某囝，无论是伫圣殿，无论伫网络顶悬，用遐尼长的时间来准备明年的祈祷，
恳求圣神对因讲话，求圣神你嘛对我的囡仔讲话。主求你对每一个用祈祷面对明年的你的囝儿查某囝，求你的圣神充满因的内心，给因智慧。主将更较好的画面，水无比的画面，放伫阮的内心。互阮有真善美、信息的心、良善的心。主你阳光尊贵的心，亲爱的圣神，夫妻帮赞，亲爱圣神，充满光，让你的天堂充满心，亲爱圣神，充满我，亲爱圣神，充互我看见真正有价值的事，开发的虚空，互我听见上帝你智慧的话，开我的心，互我心满意足。亲爱的主，请你来。做阮的保惠师，做阮的帮赞者，做阮的大牧者。伫新的一年，带阮脱离黑暗的关系，进入光明的国度。亲爱的圣神，请你来，进入阮的内心，掌管阮的情绪。掌管阮的脚步，保守阮的想法。主愿为着阮中间有人破病住院，因的亲人为着因烦恼。主伫这个暗暝，愿你用平安，亲像一领温暖的被，架伫因的身躯顶悬。求你的圣神，将画面的真光，微微照伫因安休的所在。伫明仔载日出的时，祝福你的光拿来拿光。主坚固阮中间，心内有混乱、受气、不安、幻听幻觉，任何一种搅扰阮的心神的。至圣的上帝，求你降临，你的国
甲阮同在，伫阮的心亲像伫天灵。主求你帮助伫今仔日，往你拍开心门的，往你开嘴你的囝儿查某囝，请来圣神求你的听充满伫因的内面，至圣的神。求你将天父上帝长看关心的听，放伫阮的内面，用你的听医治阮的心，用你的听，亲像羊羔的宝血，洗清阮内面重新。有正直的心，请来圣神听阮祈祷。充满阮，充满阮，大大充满阮。主，当阮往你大大开嘴的时，求你让每一个人谈到稳定的滋味。伫这个跨年的祷告会，阮将阮手中换命的杯，搁一摆往你高举。主，求你填满每一个阮的兄弟姊妹。因手中的杯，主求你填满各种的好，互阮谈着主你稳定的滋味。至圣的主耶稣，逐摆阮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你的死，是纪念主你。完全无保留的救恩，主，当你的囝儿甲查某囝往你举起双手，求你填满阮众人生命的杯。主耶稣，主耶稣，阮需要你，阮需要你的怜悯。阮需要你的扶持，阮需要你的祝福。做伫这个暗暝，愿你用你的圣神，甲阮抹油。主耶稣伫这个暗暝，求你用你的圣神，甲阮抹油。
就来相信，就有你的跳动，就莫关心，请来相信，就莫忘，请来相信，就莫忘。阿门。主，我们用你教阮的祈祷来做阮的祈祷。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声、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人亲像伫天人。阮的日息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赦免过阮的人。无伫带阮入敌刺，就救阮脱离了歹。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到代代无尽。阿门。好，我开始录了。好，进来之后开始。好，1、2、3。新年快乐，耶稣爱你。OK。咱甲咱身边的人讲，咱甲咱身边的人讲，新年恭喜哈！新年，上帝祝福你，耶稣听你。新年快乐，耶稣爱你。新年快乐，耶稣听咱。